你的手，听你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攀登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带等你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温夜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流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脚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定去安抚吼，那块弥漫了，当早就开门，休息咧也唔去关门啦。一定得个等伊转去，弥漫个高兴啦。那像安抚头哦，一定睡唔到觉啦。那无关伊个意思，看到弥漫了。掉下的情况，我就想到20年前，我离开个世界，弥漫老生人一定也是安养过的。我只是对不起阿曼西啊，不过我要叫我专业时间，本过去5年人的离婚。都是有那个猜，我只是我唔定要买账号，我只是没想过去到弥漫了嘞。你的心情哦，我了解啦。当然，我离开弥漫家的时间啊，我的心都就像我一定会从台前转来，假使没做到哦，就没面子转来啦。我唔知哦，安样的比较有适合无？不过你下想想哦，我当然哦，暗自思想都去改想法，沙漠上都偏也感受啦。我无你错，我年老叫我做去弥漫了，家庭前他跟你去家。最后啊，看下一句话，想想弥漫了大家的心情。我先落去啦。我希望你哦，有较聪明的家庭，莫把弥漫啊，过一摆伤害。喂，讲话，你又唔讲话咯？你咪乜东西啊？阿姐，我伫演呢，你喺邊啊？你當社員點喎？過得好冇啦？
你爱唔错嘅啊，做咩人等？爱咱报身，爱全认了爱好冇？你爱认啲来，爱接唔做来好冇？我看到你写的，你讲的系真紧的么？真的啊，你片面人咯，再慢慢聊，爱啲潜水，爱你阿伯哦，讲会多，做会多。阿妹，你咩变số好嘅，还会说，你冇会说嘛？哎呦，我讲哎咯，啊，我爱水你水啊。做唔得啦，根本嘢哦，一温啊，可以攞人做盘呢，你冇会说嗬，有咩冇会说？人家姊妹当奇怪呢，这种体味变样诶，我装迄种嘛，装切的啊。哎呦阿妹，你不看最宝贝的阿妹冇会说，你用水嚟睇下。你只要讲听啊，你那乖弟哦，我当然就当我水，甲阿珍就像一家模一样的啊，啊，甲接出去，我用我水嚟就够啦哈，啊。阿珍姐，阿珍，阿妹姐，拍摄。好嘅，做来就好嘞哈，啊。阿珍姐，阿珍姐做来嘞，阿珍姐做来了。啊？你读懂安饮食？今天我会记得你离开出事有个事情哦。迄哪讲的啦？你老皮讲的。我今日到那边读到去啦，孙仔老佢讲的，佢讲我天数前年，我想到真係前到誒。許師傅，佢今日評論時間係講前到位，佢希望我冇從呢條牌強讓，如果一擺到上去大家，全是會咁樣，我就幾天轉來。佢條牌未有幾苦衷，佢哋下場會感覺到對不起大家，對大家前排泄。有些事情没讲排泄就做得给。阿妹啦，阿怎么请听？阿姨妈事情听我咋讲哈？係呀，我水飽，怎麼有精神？阿珍姐，你做來咧哈，我就做得好好水話，就唔是啦，咪叫我定你做來咧。拍攝啦，要搬大家落去小嗌。好啦哈，阿做休息啊，好好。来的，来的。哎，那就过来哈。开机。今晡日，你隻命就會出體咧，含排我新聞真當個，就冇問過嘢命咧。兩妹幫忙，我真是自由咧，想跳回家本去嘅世界，用萬因未想到，底下我係咁樣強面，用萬講。全来公婆一場。阿珍啊，阿媽姨，啊，有車我講我走出去呢。
歹势啦，有本你上来咧。讲嘛歹势咯。呀，今日上去攀了，啊？我老本过就好咧啦。你啥意哦？敢问我陪去？唔是啦，是问你还是甲意思做得咧？还是讲讲犯规哦，要犯法，要上去多难。我想了解情规唔会这样错。我谈起贴法中的上，情认真，未只有心机。我想记得要排真紧的啦。公婆一场，大家好来好去，我想经过越好的技术创作，今晡日系我哋去准备一摆见面，我想够小心去一摆。好，迄唔爱吼就好啦，吼。龙贵，什么意啦？阿珍，那什么意哈？你很表态，我怕吃肉。我们只是感谢你过去，是对我很好。干有呀，我讲咯，迄本来大家痛苦较多，莫该不对人头。阿珍，你听嘛，那离婚的协议书就像一条鞭一样的。我为了离婚的协议书表起来，我都爱创了。当一看，身体我一家做唔得翻，条摆唔错。虽然讲按那暂时的分开，但是等下慢慢才能改过，我还没让人对转了。其实，我哋还是想要好好顾自家的生活啦。其他的事情，我没办法度过想嘞。分贵，无论过去有乜嘢，我只是希望你做得好好顾自家的生活。我要祝福，与神的同时。赶紧好好过出，我先走了。好。陈姐，你厉害啊！你都无爱忙啊咯哈，你爱强啊！阿媽जी，唔來讀好啦，我想去請你嗬，等下遲啲佢哋喺度插板咯，你阿妹頭做得麼？要茶辦？哎呀，你阿東夫婦卡嗬，天涼嘅茶做嘅哦。哦，人是最凶啊！請笑哦。这种感觉真高级哈。阿东哦，你叫人平常对下晝頭啲茶人泡茶咁樣，他方案出了真涼爽。好吃。阿仔，唔做到啊？阿媽जी，是夢怡啊？阿妹，朋友啦，奇葩呀，奇葩都好食到，試試看呢。
阿曼姐，我买。看，阿妹吼，说都讲唔出话的呢，一定同我说对话咩？阿细个感觉吼，感觉真幸福啊！真幸福，你用会讲啊？跟米色了哈，点心做起来，本人感觉讲，唔好唔记得，逐摆就像我说，对无？当然啦，希望讲，因来点心做得陪全世界人去分享，哎样点心就记得咧，好，阿仔啊，成功咧！安尼太好诶，伊还着做得咧，老爷茶点心咧，让侬美满了，还有阿东姑诶要开了卖，安尼把有美满了的名诶，再加上阿东姑提名的茶，一定做得卖得动好。家英啊，唔是在那个行销高手，伊会卖东西哦。这当然啊，有哪都台北啊，答案 Q 迄个假的哦。不过阿珍伫米饭了吼，佮点心做安多，了伊做咸啊多的点心都差吼，安侬敢不甜啊？冇要紧啦，咱本来是请来做点心嘛，或者做咧做互咧好食点心，阮汉人当面都是，俺唔会甜啦。哎呀，做得好。你讲吼，做得适到幸福的感觉，当然还得做用适到幸福的字面来做主题，安尼嘅话吼，推广出去一定会动好，大家知道咯。那个想法也好啊。阿珍姐，你们用完啊？我还感觉讲吼，你商品的卖相非常的重要，特别係我哋大人吼，你幸福的感覺，從你包裝啦，還個派盤的設計啊，出嚟配合喺度。好，還有最重要嘅，我幫你啦，漢邦時的時間啊，所以感受得到你幸福的感覺。哦，阿珍姐，你這個很聰明哦，阿妹，夾老去加薪水啦，冇嘅話吼，像佢很聰明吼，你還會做菜，本人搶這位吼，一定做長嘅啦。哦，你幫我1000萬吼，我咪唔會做。哦，根本2000萬就這啦。就唔會咧，我一聲音咯，出嚟帶到呢萬了，阿媽已經講好冇？哦，好啦，哦，係嘛。哎呦啊，我个点心做得卖啊，當到啊！啊，還想到咧，從我呢邊萬了誒，9000萬，阿媽已經講好冇？ 9000萬啦，因為好感人的東西，好。你係我自家做嘅點心，我想會請你食看看呢。哎呀，这么个暗哈希呢？我想我會答謝你，一天送幫你，一天接受。好，石梦怡啊，这一美满了，很好吗？我那份櫃離婚的事情全辦好咧。真嘅啊？當好當好，美滿嫁到，一天全歡喜哦。記得哦，比我還難歡喜啦。不過我見半夜下咗小夢兒嘅，係夢兒哦，我哋喊啲到來回咧，做咧多多阿媽子嫁半夜，我係運氣很個福氣真是前提。我想唔到你係喊做咧多多像你安樣嘅閨蜜，天公伯吼真是當相愛嘅。其實我沒冇做馬街啊，所以啲路上哦，讀到你聽聽啦。你願意在一起哦，係你自己嘅選擇，我冇聽說馬街啦。希望你有心嘅親愛，冇冇人都好啊。不過最重要係哦，係你跟人係講係解到會，我係感覺講是家情此事啦。不過無論樣扮人，我做得順利轉移美滿了，韓國改結婚佢離婚嘅事情，只是嚟到心夢兒，感謝你講錯。真嘅唔敢當，我冇安慰太啦。其實我哋做嘅全部嘅事情哦，就會想彌補對美滿一家人造成嘅傷害。比起家頭是嘅苦哦，我哋做嘅冇算馬街啦。其實哦，我相信你做嘅，記得一天做得感受得到啦。你會時間去見面，就像我老公佢咁樣啊，恐怕做唔上，咪就咧做朋友互相嘅關係嘛。過去啊，就本佢過去啦，你應該好好咧把握你下爭錯啊。我哋係應該會把握馬街咧，我冇想過會消費。違反公約咧。
会长。家燕啊，我看凉水哦，表演头诶，去点心哦，来看表演头诶做得无？表演到位哦。系啊。好啊，你看哦，竟然还安尼出出入入，一看就看到夜到位。再加上人家的阿珍姐的点心，唔但好食，更卖相美好，竟然还因人来看到，我流血万岁哦。好。不过挨到点心哦，实在无办个想法，我想看看啊，怎样会表哦较好啊？啊，我想到的啦，跟日本的和果子专卖店有看过无？我无离开过台湾，无看过乜个日本的店诶。我只是没有看电视吧？这电视当然没做提做嘿，跟日本的和果子店诶，厉害的吼，没产品的本身哦，是最厉害的迄个包装，本人吃到吼，都好食，又多高级，又多幸福的感觉。听起来好啊！再讲哦，下面又有气氛，点心个好吃，一定会成功。不过我有气氛，我发动多钱的状况啊！也唔是担心啦，那到台北的时候认识同路台北的一个广告公司啊，应该吼做得更便宜一啲的。拜托你啊！我嚟啦，嚟坐下。哎，阿姨，来试试个啊。谢谢。谢谢。咦，家燕啊，是望你呢，我哋永远聽書喎。啦，阿妹啊，喺地杯哦，不用插副地方哦，真浪費啊！我想辦辦咧哦，嚟做9年泡茶嘅教室，做得冇啊？凊彩你啦，你看我做是用啊，做自家客廳都好啦。還沒到咧，冇法度到你聽書啊。家燕啊，你看我當久啦，但佢都無閒到嘅做，寫到你啊，閒住家燕都夾實。阿妹，我家燕講嘢嘅做乜嘅？佢係眼鹽分談蠻多。哼哼，鹽分咯嚇，既然幾年都喺做，寫鹽分自己要照出來嘅嘛。阿妹，從我安泰係咪結婚年啊？呢度。講來講去哦，就挨花啦。哎，家燕嘛，你還記得冇？你細細個時候啊，時常都講好交本牙當菇啊。阿姨，這個時節人家都講笑話呢，唔當真哦。咪該講笑，哎，你哋還冇男朋友，交本牙當菇嘟嘟好啊。想講哪咧？係同阿妹哦，感情安好，像姊妹共樣啊。還有啊，我阿妹妹嘅，跟交本牙做心球，又出嚟做阿妹嘅，係咩好咩？哎呦，阿姨又冇乜嘅要求啦，假使你交落嚟嗬，實實叫他順你本人啦，安怎好咧？好嘛？阿妹，我講，還講見少年咧嗬。還我坐喺做乜噶？天茶本人識啦。來試下。識真係我講人識。係我夾實啦。你阿 Q 做乜噶？哦，他现在哦正处在残念的状态中。残念什么啊？残念就是遗憾呐、遗憾什么？因为阿珍姐不是他找到的，他觉得很遗憾呐、哎呦，是谁找到有什么差哦？重点黑阿珍姐已经赚了米满了嘞。哎，你还不了解我阿 Q 吗？这对他来讲哦有很大的差别。如果是他找到阿珍姐的话，那他就有功劳啊。可是现在又不是他找到的，他就不可以在教大姐面前邀功啦。哦，搞了大半天，原来问题还是出在奶胎记身上啊。哎，我越来越同情你阿 Q 嘞。你阿 Q 啊，为懂奶胎记欢喜吼，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哎。可是吼，我大姐吼还是那么铁石心肠啊，还是不领情的。啊，我阿 Q 哦，好可怜哦。哎，那你
你既然觉得你阿 Q 可怜，你干嘛还 A 他？哎，你不要胡说啊！我哪有 A 他啊？再说吃喝玩乐你都有份哦。按照这个江湖道义啊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在大姐面前帮我阿 Q 美言几句啊？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进展，你哦也要负点责任啦。哎，拜托嘛，你讲也仲发起冇良心呢！你还有没有让亚 Q 天数给你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可是尽心尽力耶！你乃太极吼不领情呐，把整个心思都放在客家菜上面，哪有心谈感情？我也知道啊，可是我阿 Q 就是劝不行啊！哎，难道你忍心看到我阿 Q 一片痴情石沉大海吗？哦，好啦，爱弟啊，爱个想办法没？爱我做 demo 哈。哎，我都想你办嘛。希望乃太极后有一天可以领情到你阿 Q 的真心诚意。阿妹啊，有一件事啊，还想同讲啊。啊，拄好阿妹有事情能讲就能看啊。安尼你啊，单枪买茶才生意是真好嘞啊！你看，大张也都赚钱了。你做妈妹了，嘛该点心凉水，安尼咯，唔爱做到安福差不多咯。唉，从无嘛该钱啦。啊，你啊单枪哦，故意用就好嘞，唔是做那麻烦好冇？也件事俺没讲过诶，俺呀下茶面买个好，迄因为个茶有得奖，佢唔系讲买茶嘅人变多，我本人后来买啊，我多用翻个东西做得些。呀下后生人唔好食茶，俺有点心凉水，后生人我来买啊。如果俺同人家讲食茶都得食出健康嘅身体，記不落來啊！呀下變咗新嘅食茶嘅文化。哎呦，俺唔掂嘛該新嘅食茶文化啦，俺是啲吼一干人天天，你做就做幾多啦？還有啦，你啊管人無閒做些，哪有時間講朋友？咱講啦，一個細漢人吼，你無吼家庭啦，事業做較大吼，過較好，咩冇用啦。啊錯，俺就想同講一個事情，拜託唔好喺家人面前講那個偷不用嘅事，因為說俺tìm唔到對象，結婚事俺只敢會打算啦。打算？好，你講，你媽打算跟我談去哪裡？你看。我是第啦，你根本没冇个打算，咁难怪我会笑啦。我喺冇结交，咱听事情唔朋友，我爱做阿婆，唔一定要结事哦。我喺趁一下我很後生，我喺打拼我嘅事業啊。好啦，那個點點啦啊！你哋啊，哦，實實攏係尋着對象去結婚啦，那唔想看安尼啊？也免愛啦，你啊幾多歲啦？其實一走都還唔對哦，你要本來較安心啲喂。今日辛苦人家送過一張抽啦，他們東東折了呀，冇喊呀。也冇乜嘅，我視察睇嘅。
也講用，以後我走成頭，我就拿出貨嚟。好，咁歹勢唔好吧？阿珍姐，唔做唔是啦，阿東哥客氣啦。唔好，當然帶很多點心阿東哥嘅無卡，真係太辛苦誒。阿東哥佢喺東方邊，對嗎？係啊，我當然就送茶家出去啦，嗰度一片哦，一點都冇麻煩。錯啦，基本上當我嘅茶行差點停一個期賣，他就有限我哋期款冇全部冇呀。好啊，那下最有限嘅話，那我可以。好啦，安子生啊，唔會啦。阿珍姐，你來看啦，一點心啊，不用你廿條誒，假人啊，講係不用廿條誒，你年客啊，出呢啲點樣看到，佢全部嚟買，係用點做得冇？啱做得啦，前好誒。你兩唔好記得啦，過嚟坐，過嚟坐。我將做出嚟嘅茶，本大家食看看啦。專門啊，叫細妹啊泡嘅啊，平庸美人梅香茶。好啦，食看看下。我感覺好兩面啊，真特別。還有，我看你寫埋真正哦，想到你還傳統嘅茶葉，這種係現代嘅風水來做呢。係啊，也係用東方美人啊，加上薄荷係梅做嘅，食看看啦。想到哦，你茶香啲味道，所以調出冰冰涼涼嘅甜味，實在真好飲呢。一名嘅吼，喺那安尼哦，一平庸嘅意思咧，做下薄荷，冰冰涼涼嘅感覺，比起乜嘅薄荷梅嘅綠茶好糖多誒。係啊，大英哦，實在係天才，好彩啊，有佢攞去聽書哦，真係見到人茶神一樣嘅。冇啦，那就請用上間茶名嚟聽聽啦，其他事情吼全部做你做嘅啦。總講吼，你兩個合作嘅呢係茶吼，清新風，非常好。根本就冇碰到阿姨呢。哦，阿妹啊，其實呢招咧，根本係好嘢，做乜嘅事情啊，全部懂好。誒，咁你懂好呢？先到根本要開裝嘅話，咁你生意不懂好哦。你喺度坐，你招呼你下啊，大姐。清茶看啦，我食茶你買嘅。全部咁靚係真做出嚟嘅。安我是嚟緊哦，你只是清爽嚟咩？全部係客單嘢點算啊？東哥嗬，從細做安尼啦，做乜嘅事情主動認真，從來嗬做唔會想我調。自把係強下身啊，呢度好識哦，輕裝嘅同時啊，生意全愛，還有要承辦啊，要承辦啊，樣樣唔係好識。哎呦，你呢最近都得嘅nào時間冇上去聽書就算嘞，我話真係茶紅。哎呦，催你兩啥？我硬係寫文。拜託啊，寫下文天你仲將嚟見嘢咯？哼！嘿，調價。啊？啱啊噶，講嘅話就叫你去嗌調價。誒，他自己這個拜託啊，媽你凶啊，佢冇嗰個意思。誒，我講幾多遍嘞，我冇喺眼睛嘅談唔上哈。哎呦！好啊！哎，你都做咩呀？給你一個教訓啊！因為啦，有落湯雞做的事嘞。見邊個隻老母雞做的事嚟啊？破皮豬豬嚟，穿好身咯。我嘅皮呀，奇怪嘢，拔毛好。好，我喊落。好，光眼，拔毛。怡文，你再給我一點時間嘛！你不要亂想嘛！我是真的還需要一點時間。你每次都跟我說需要一點時間，到底還要多久？你不要哭嘛！我知道我很對不起你。如果你真的決定不回日本，一定要告訴我，絕對不可以無消無息的失蹤。
坚强，我无法承受。师傅，你还好，帮俺周中哦，我讲过会有事弟子夫妻啦。师傅你呢，我就炒了捧水，看一下风景，炒一下风。来落嚟啊！唔咩啦，来，大家落俾我注意啊！哦，冇问题。哦，拉萨，好嘞，唔使啦，挨数啊。屁进去，阿妹，俺老你重用哈。唔是啦，你都还得古天数噶。唔是啊，妹，我堂都给我讲哦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还爱摸耶，伊迄爱弟子，有个事情哦，本弟子去个一闪眼就好了吼。Yes sir，不过假司机也有事情哦，搞帮俺处理制作的嘞。我假子啊，讲实在，你冇耳朵啊嘛，你欺负阿莲骨头得人呀。哦哟，阿妹，人哪有啊，还给欺负我诶。阿妹，要说弟子吼。最贼了啦！就会在师傅面前装可怜。很可爱的。哦，阿妹，你看你啊！好嘞啦，你都还得我天数啦，你得到什么都水呢？啊，好给啦。阿妹，请出来啦。那假司机，晓得数嘛？唔晓得我教唔下。梁山冇得地位，夹地位啦。东姑，那金本日咯，迄本人唱哦，拄到也唱爽哟。还记得冇？九十来人差唔多台啊。哦，我记得，比我较细3、4岁啊，还记得小时候哦，佢唱生日嘅，当时同时教我。嘛该生日呢？佢哋一套本样啊，还在来呢。你哦，加油的喂。可能阿曼姨嘅神秘魔嘢以后啊，可能嘅太魔嘢高兴哦当大顺，当然头发卡天主菜，又会做生意，你这偷偷记哦，去做得乱到天总点样会做生意啊？还个提年偷偷变哦做公司，咩时常出嘅，经过10年，你喺偷偷记吼，唔带出面哦，咩动有面子呢？嘅提神呢？虽然了很多嘅读书，不过我看佢当年哦，要头发卡咩天做事，吼咩动怪，你又上到动家，上面中意嚟嘅。三间嘅全部都中意，三间全部通嚟做本样一样做得无？好的有数字嘅度哈，我咱讲正经，你人都个大嘴骨啊，那上困难咧，廿把高身体，你下件点咪是存唔到爱，当然爱看人看爱啦，有阵时我。出去做生意，挨家婆婆讲吼，大家吼，讲无聊。好，俺讲，喏吼，咱只间上课哪里哈？挨家当菜哥做到要装无卡吼，喏，咱正经都无落来上课哪，当无聊的了。阿珍啊，我晏晝做好嚟做點先哦？乜嘢做？係啊，還是想講哦，東改片哦，你係利用見到見睇，眼摸下做到哦，今日付唔到啦。按邊做慢咯，個長期睡眠就冇啦咧，阿身體會怕壞咧啊！阿曼姨，你唔是小矮啦，眼後生哦冇問題嘅，我本來哦是請來做了條點心嘛，是我咁想哦，用萬一變也條巧妙，我是真歡喜咧呢。但講哦，係我睇咧，我咪想唔睇。
可能按享受的感觉哦，满意，再吃看啊。哦，阿珍啊，唔要想讲嘛，阿东姑嗰头量这个是多啊，哈。系啊，我听讲吼，反正唔会坏啦，青岛人吼，弹弓喜卖呢。阿春嘛没有讲，伊讲这从做点心过去了吼，加茶也要点啦吼，销售量真好啊。冇啦，该几条客气啦，几条的差点本来是真有特色啦，还有几条插入真好呢。哎呦，这上海路也好听啊。喂啦，你们请饭啊。嘉怡，早上好啊！好啊，娘哎，按做做了板亮琴哦。系啊，本讲对诶，一摸啊，阿珍姐点心哦，挨出唔低哦，样样嘅人转成人买嘅，人家交代哦。阿珍姐，你下吼变成迄阿东姑嘅有钱书的哦，想一下，我娘家是。嘉怡啊，当老话讲，阿珍姐爱家心爱家心，我看做阿珍姐嘅经纪人就好诶。对吼，那娘冇想到呢，假使做阿珍姐经纪人的话吼，那一定有懂得为钱做的拿。嘿，嘉怡啊，你系乱讲嘅，唔当我真言啊！我看啊，唔知老阿珍姐有总是有钱书哦。哦，哪有？娘哎，做个失波啊就做唔到。我讲人硬英数啊，硬英数。好啦，你哋两晒讲吼，我做下冇喊。嘉怡啊，过2年有时间冇？过2年。系啊。做嘛？加上两啥做的吼，去山东老老啊。山东。系啊。俺叫每头冇喊，去茶店先的东西啊。唔是，跟俺们第点做好咧。你啥好？系啊。好啊。阿妹，早上好。阿妹，我讲起来算唔算唔好？嘅水冇水好啊？我心情会唔好，所以唔好，还没认回你啊。哪？系啊，你冇得爭唔啲啦。我真挺唔掂嘛个事啊！我問你啦，你個阿媽，你個什麼妹吼？你下到底愛哪一間哈？上面挨出唔開啦。馬街啊，哎，軟壞怪到哈，這個唔上課，哪人上到馬街用嘅暗頭死啦，三個都冇中意哦。冇啦冇啦。哎，冇很好咧，我聽講個陳伯吼，要個妹哋下同銀行做事情，幾隻好嘛？陳伯個妹，佢細時候撩皮拿次表表，一下上到馬街用嘅挨出唔掂，係咪？妒忌，唉！哎呦，我又咩係唔掂下妒忌啊？先數試一下做下朋友看哪嚟啊？佢父母對出牙齒搞不清啊！簽30幾年啦，都行到該簽哦。唔亂講，牙爭幾多歲，簽咗30幾年，唉！冇人講嘅啦，不斷講事情啦，是人家理由啦。阿妹，咁咪啱冇講人唔結婚啊？你还买东西啊？对啊，你干嘛给我涂一张去越南旅游的传单啊？谁讲的？嘿，嘎子，你这也太狠了吧！哎，错啊，你太过分了吧？佮平常时啊出钱啊，本着是东西看天上算的啊。你啊还出钱啊，本着出国旅游啊？
哎，你慢讲哦，哎，都来结婚你度蜜月亮丑啊？哎，你这都会讲嘛该啊！我是为了表示我的谢意啊，因为这段时间我的吃喝玩乐都靠阿 Q 你赞助啊，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帮阿 Q 赢得爱太极的芳心啊，我很过意不去嘛。你也老该跟我的关系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所以啊，你要招待我阿 Q 跟我去越南旅游，对不对？哇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啊？想太多了你。像你就要看清楚呀，传单上的内容。你这个熊我来太极啊，接受阿 Q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嘛。啊，不说，我想说阿 Q，你就放弃来太极啊，去参加这个越南相亲团。哎呦，好大子，你这讲什么啊？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，说什么烂主意呀？哎，阿 Q 不是很想结婚，要过生做的亲家去请结婚对象。哎，你讲了嘛爱法，我爱当上结婚无唔错啦。不过我性关度自己会杀定啦，其他的无可能啦。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多感人，多伟大的爱情啊！赶快给我阿 Q 掌声鼓励一下。哎，那个来太极啊，没想讲，一辈子都不要嫁给你阿 Q 怎么办啊？青山流水何处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流言的呀，初恋为爱你。中夜抚琴也渐起，有时故人须扬起。青山下攀爬高峰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琴，玉发将要飞向天。